爱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啊！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边呢有讲到呢煮食料理的一寡鸡丝头啊，一寡用具、一寡器具啊。咱讲到呢讲花仔店也有欠买大餡羹、大鼎东洋甲灶庄、研子做灶门、铁条鞋仔甲地鼓、煎时火钳甲烘炉。急烧火炭甲水壶，暗筒干仔甲香炉，即台香筒甲酸炉啊！咱顶边呢，差不多讲到这，咱来进一步来介绍下面的资料。伊讲地瓯地罐10副盏，花间古盘10金碗，碗碟啊汤匙合一盘。这是咧讲啥呢？意思是讲地瓯地罐10副盏，就讲要办桌啦，还是讲要食饭啦，当时要有一寡器具，伊讲有地瓯，有地罐啊，还什么叫10副盏呢？就有10地一组的这地杯，再来呢，花间古盘10金碗，插花的花间，较古老的、较古济的圆盘10金碗，什么10金？咱讲杂菜面叫什锦面嘛10金碗呢，就是什么？种无共外形的规组的碗，过来呢碗碟啊汤匙合一盘，即种咧讲食的一寡器具啦过来呢，一个下板10香滴下的时啦歹当古下的下，一个下做的酒干干10香滴，大撇刀碗共幼滴，即大片的撇啦，大底撇啦，什么叫刀碗？大底碗公啦，共幼滴干来甲细底碟啊。好，过来讲初回初八着蚵砖，初回初八初八咱讲的沿路拖波啦款迄个拿咧化验的时候，拢用这八化验叫波初回初八着蚵煎，这小可来解释就讲初回初八会当用来安那呢？会当用来炖煲、炖煲或者讲炖煲为呢会讲炖煲。砖地拢合用啦，就讲你要炖煲也好，你要炖煲也好，你要砖地也好，你会当用初回初八着蚵煎。什么叫蚵呢？什么叫煎呢？蚵就是煎，煎就是蚵啦，就是讲用慢火啦，了去甲鹅去甲蚵，譬如讲呢猪肉啦肉类的就是用蚵啦，若煎呢还是砖呢？就是呢，譬如讲一寡鹅这个菜色类的啦好这种是呢，就是讲你煮食的一寡方法啦过来这个初回咱来讲啦这回分初回甲幼回啦幼回呢，差不多咱讲的瓷器咱讲较粗的陶器呢，咱就讲初回。来过来大骹饭的大骹干啊酒精盘。这个讲啥呢？这讲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器具呢？有大骹的鞋啊，有细支的杆啊，有芳贵州酒精盘来你拜拜时拢用酒精啦倒酒来拜了时呢，得个硬的这个精这精名啥呢？就是呢，咱讲姓姜的姜，金种金一个重量的重，伊的白音呢就叫精酒精叫大骹饭的大骹鞋杆细支杆甲酒精盘，芳贵州酒精的盘，看来表你讲古怪这有当时拢安尼像意思拢也无连贯，真简单。因为伊正在介绍这用具伊就会当会当压温倒骨甲扣做伙啦。所以头拄咱讲10香滴就共幼滴再讲来讲着蚵砖再来讲酒精盘伊是要压温的关系啦过来呢又讲的新水桶着好担过来开始要来讲滴水的物件讲拄做好的新水桶呢，哇有较好担啦，有较舒适好，按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就介绍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洪建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